Hello，歡迎嚟到 Kiss Can 玩遊戲，按讚、訂閱同追蹤，OK。係啊，因為小朋友嘅手機力量唔夠，同埋協調性唔夠穩定，所以手部嘅操作性睇上去就會唔係咁好啦。好簡單㗎咋，水樽同埋乒乓波就可以啦。先介紹一下遊戲嘅玩法。我哋首先要準備乒乓波喺台面度，當聽到開始嘅時候，我哋攞起水樽，吸起乒乓波，放入個籃度。比賽睇下邊個最多嘅就贏㗎啦！準備好未？好，1、2、3，開始！仲有一個難啲嘅玩法嘅喎，首先要準備白色、紅色同埋橙色嘅乒乓波，仲有我哋嘅題目紙。我哋有5秒鐘時間記住乒乓波嘅顏色同埋數量。當聽到開始嘅時候，我哋要跟住題目紙嘅要求，又快又準咁樣擺入個籃度，邊個先做到嘅就贏㗎啦！
係啊，因為呢個可以練到小朋友嘅握力同埋手部協調性。越硬嘅水樽，難度就越大。家長可以因應小朋友嘅能力去調整佢哋嘅難度。大家快啲返屋企試下啦！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喎，下星期 Kids Can 見，拜拜。